新浪网10月18日报道，塔里姆河最近决口，在附近的沙漠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湖泊。报告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荒野中的极极现象，但是没有提到漏水是人为灾害还是自然洪水，以及它如何影响当地维吾尔人的生活。尽管中共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向所谓新疆转移人口来解决中国各省人口迁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源，无法一次性安置大量的人口。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把东头决散变成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粮食基地、分电厂、蔬菜基地和各种轻工业基地，以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这种湖泊的出现以及它会带来什么可怕的祸害，人们有不同的猜测。中共20大正在北京举行，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进入第3任期，延续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在此期间，中共海外民主人士聚集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声援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的彭丽发，抗议习近平的独裁。四通桥上写着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标语重现在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前，抗议群众喊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中国海外民主人士谢立健说，中共20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大会。彭丽发说出了1万中国人的心声，他们除了站出来声援，最近几天在南加州校园、洛杉矶地区几个华人居住的城市都张贴海报声援，希望能够唤醒更多人认清中共的本质。谢立健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挂横幅表达政治诉求在任何国家都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这个行为不只会遭到逮捕，还会面临生命危险。自由举横幅无罪，言论自由举横幅无罪，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中国国家统计局原本要在10月18日公布中国今年第3季度的 GDP 等一系列经济数据，但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发出通知，称相关数据延期公布。通知没有给出公布数据的具体时间，也没有给出推迟的理由。被推迟公布的数据包括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月度报告、能源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零售额和房价、居民收支情况等。路透社询问中国国家统计局推出数据公布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工作安排调整，没有说明具体内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官方推迟公布3季度经济数据的原因与正在进行的中共20大会议有关。由于今年第2季度的数据非常差，同比增幅只有 0.4%， 接近于零，因此第3季度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德国情报单位领导10月18日出席了国会听证会，对中共的威胁提出了警告。前2天有消息说，英国对华政策将转向，正式把中国视为威胁。同时，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20日举行峰会，就中国问题展开辩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成员国外交机构撰写的5项报告建议欧盟更密切地与美国合作，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将中国视为全面竞争对手。中共国企中远集团旗下的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正试图收购德国汉堡码头 35% 的股份，但由于德国联邦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这个收购案暂时被搁置。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在听证会上表示，德国社会仍有人对中共抱有某种天真的想法，并警告应当慎重看待中资入股重要基础设施。中共可能会利用在德国关键性基础设施里拥有的股权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